我哋將啲垃圾，例如係塑膠垃圾或者廚餘咧，就用昆蟲去將佢哋攝取，跟住去消化。咁樣咧，佢哋呢個 process 咧就會除咗處理完呢啲垃圾之外咧，就會幫助呢啲昆蟲去成長，跟住咧將佢哋轉化成一啲我哋會有用嘅物質啦。譬如昆蟲，好似我哋人類咁樣，都有唔同嘅生物質，唔同嘅成分，例如講緊蛋白質啦，例如講緊係脂肪啊，例如昆蟲就有一種叫甲殼素嘅物質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有用嘅物質嚟嘅。如果你將佢哋好好咁提取嘅話，佢哋係可以喺好多高端嘅工業上用嗰物料，譬如係講緊係醫學上物料用嘅物料，或者係食品包裝，或者係講緊係紡織工業會用到嘅物料。咁呢啲咁嘅物質都可以轉化成呢類型嘅比較高價值嘅物料。我哋係做一個高熱穩定性嘅納米纖維塗層顏料，即係有顏色嘅一啲固體啦。另外咧，我哋另一方面就係做高耐熱防腐性嘅納米纖維塗層。咁呢個塗層係可以有顏色或者係無色嘅，做一個環保性質去保護可能現有嘅一啲建築材料啊，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大廈外牆室內嗰個隔熱保溫同埋附帶其他嘅效果功能嘅。咁個超聲共振嗰個塗層咧係作為一個軀體，係會令到嗰個材質係分散得極好，然後可以做到一層好薄超薄嘅一個納米塗層，依附喺一啲唔同嘅材質上面。咁唔同材質就包括係一啲金屬或者係石屎或者係其他唔同嘅材質上面，玻璃上面咧係我哋都可以做到呢一層咁嘅無色或者有顏色嘅納米塗層纖維。那麼氢能是一個清潔能源，主要是因為它的燃燒之後的副產物就只有水，沒有其他二氧化碳這些，所以它的碳排放幾乎是零。那麼為什麼對氫氣有這麼大的需求量呢？首先是因為我們現在想達到低碳、想減碳，就一定要用氫氣去還原那個二氧化碳，那麼這是唯一的一個辦法。所以不管怎麼樣，只要低碳，就一定要用，最終來講是要用到 hydrogen。另外我們也希望在發電的時候減少用天然氣，減少用煤炭，那麼也可以用氫氣來發電。用氫氣發電的時候有一個好處是我們有一個裝置叫做 fuel cell， 燃料電池，它的發電效率比我們的發電廠的這種燃燒發電的方式的效率高3倍。那麼這個就會節省很多能量，當然它的排放也是沒有二氧化碳的。另外在交通領域，我們其實也可以用 hydrogen， 也有 hydrogen vehicle。那麼香港現在也有這個氫能的巴士，在測試。對，這個是我們為什麼要發展這個氫能。